大家注意一下 ，Top Ring 英国顶级潮玩公司举办的潮玩大师培训班。我听说这家公司每年都会在全世界范围内选出6位享誉盛名的潮玩大师担任讲师。天啊，我司竟然也有一个参加培训班的名额。这次与国际大师学习交流的名额非常珍贵，我们公司会内部选拔出1名优秀的设计师，代表公司参加3个月的培训。哎呦，怎么还有年龄限制啊？30岁以内，怎么的？我狗哥31就不是一枝花了？有独立策划潮玩作品的经验，并提供一份设计稿参加内部评审。这限制条件不就是为我而设的吗？哎，未必啊，我可是也很符合选拔条件的。选拔只有3天，你们可以出去采风，但是3天之内必须独立完成创意。大家努力吧。刘总，别担心，我还有大数据3.0。唐特助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去非洲报道。刘总别急，很多事儿不能急于结果，你要在意细节呀。不急，我就是信了你的大数据，结果离阿田越来越远，他还说我奇葩。刘总，田助理目睹你相亲时候的反应，是不是一开始假装不在意，后来为了掩饰内心的失落和难过，对峙的时候很生气？我拿去非洲的命运担保，田助理，这是在吃醋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你一定要相信大数据啊！还敢跟我提大数据？大数据你个鬼啊！我怎么就信了你这个没谈过恋爱的理工科直男呢？刘总，刚刚得到消息，田助理出外勤了。他这是在躲我吗？根据危机公关黄金24小时原则，我觉得你应该尽快解决误会。唐特助，立刻给我查阿田的行程。收到。这公园不就在这附近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可能我和阿田心有灵犀吧。刘总，打工人是要赚钱养家的，还要攒钱养老，我没精力陪你玩。如果你觉得太闲，可以找唐特助，他一定有办法，让你特别充实。我今天把唐特助安排的特别充实，所以才有时间抽空来陪你。我刚才看你对着棉花糖拍了很久，应该是喜欢它，送给你。我其实是在拍棉花糖摊位后的神兽。我好像又理解错你的想法，弄巧成拙了。还挺甜的。这是我的道歉礼，既然你已经吃了，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之前的误会一笔勾销了？
一个棉花糖就想敷衍了事，怎么可能？阿田，有一天 M 和 N 吵架，但是 M 道歉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 I'm sorry。无聊。从前呢，有一只小鸭子，它在排队，它特别想跟前面的鸭鸭对齐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它都对不起。于是它就嘀嘀咕咕地说：“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呀。”阿田，我知道，我不应该拿香辛来刺激你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喜欢你是真的，只不过经验不足，策略有误。你愿意相信我吗？我今天是来工作采风的，这些事儿不想谈。那今天就不谈。阿田，你饿不饿？我带你吃好吃的。你们算是喝饱，我可还饿着呢。莎姐，好巧啊！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好，我刚去超市，正好路过。你需要吗？谢谢好意，不需要。莎姐，你看看你，本来就不白，你看你这黑眼圈，用粉底都没遮住。你如果再三餐不继啊，再被蚊子咬上一脸包，那又黑又瘦又一脸包，那不影响上镜采访吗？你说我？居中水，这些啊，就当做是我们初次见面不是很愉快的道歉礼。你先忙啊，我先走了，加油！你这人，你才又黑又瘦又满脸包，你才饿3天不继，我才不要吃你送的东西。吃啊，为什么不吃？食物又没有错，气得能吃下一头牛。今天不解释了。虽然单小姐对我初印象不是很好，但是经过这次雪中送炭，对我的印象肯定会有所改观。你看那黑眼圈也挺重的，回头推一些养生小常识给她。你干嘛呀？我这幅画还没画完呢。说好了陪你画1个小时，现在1个小时已经到了。好吧。我肚子饿了，我们叫上西来哥一块吃饭吧。我干嘛非要跟他一起吃饭啊？再说了，他那么忙，你喊他，他就能来？你难道不觉得西来哥特别在意你吗？每次你开口，他从不拒绝。他呀，就是个地控。没头脑！你为了顿饭，不必这么套路我吧？连地控都出来了。你相信我，不信你打个电话试试。我敢打包票，我说的是对的。阿哥，在干嘛？一起吃个饭呗。他是地控？不，这不可能。怎么我每次都能碰见他？哥，你怎么没说田助理也在啊？他在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也没说谢谢要来啊。都饿了吧？想吃什么随便点。田助理，你这是松茸配茄子，拿松茸去配烤茄子吗？
对啊，怎么了？你想吃啊？高档的食材必须要用最高档的烹饪手法。就比如说阿拉斯加的野生三文鱼，首选是做寿司，而不是去做烤鱼。其实啊，人也是一样的，同一个世界的人待在一起才最舒服。如果说背景不同，生活习惯不同，就算强行融入进来，也会显得不伦不类的。文小姐，配不配，不是你说了算，那得看茄子和松茸愿不愿意。好吃，融合的很有滋味。搭配的很新鲜，味道也很独特，我挺喜欢的，我觉得很配。这不同菜品，在不同品味人口中，自然不一样。倩倩，马上就是你生日了，想吃什么我请你。西来哥，往年我生日你都是千里迢迢给我寄礼物，今年我回来了，你一定要当面送给我。没问题，安排上。谢谢西来哥。刘总，我到了。谢谢你今天替我解围。我只是在陈述事实，不一样的独特搭配，也很配，不是吗？那刘总，明天见。阿田，我之前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你相信我是真心的吗？我相信，但是我总觉得我们两个的思维体系和行为方式不在一条平行线上，也就是说，很难有交集。你能明白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之间不在一个频道上？我记着上次你说我们之间隔了一个生物链，但是这次却仅仅说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，这是不是就说明我们的距离变得更近了？在遇到你之前，我觉得自己还挺有语言天赋的，但是和你却总是有沟通障碍。我现在脑子有点乱，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认真考虑一下。考虑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关系即将进入试用期喽？阿田，从明天开始，我要以全新的方式和你交往，我一定会和你同频的。还有，你已经答应要陪我去给倩倩买生日礼物了，我明天来接你啊。哎呀，小朋友，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哦。早点休息，晚安。这个沙雕霸总，也有蛮可爱的一面嘛。刘总，其实想和田助理一个频道也不难，毕竟恋爱中的女孩子频道都是差不多的。可是您的频道可能得调一调。
怎么调？您最近看了这么多言情小说，就没有受到什么启发吗？我觉得我比书中那些男人更具备男主气质。这个确实是。可是你没有发现书中那些细心、温柔、体贴的男人更受女人的青睐吗？可是你给我的不都是霸总文吗？霸总也得走下神坛，化身宠妻狂魔，才能脱单成功啊！今天是您试用期的第1天，或许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风格。比如像我平时对您那般呵护备至，您也可以像邻家哥哥一样，给予田助理春天般的温暖。春天般的温暖。不要动，我来就好。不要动，我来就好。阿田，麻烦你一大早就要陪我去商场。特地为你准备的豆浆，鲜榨的。刘总，你没事儿吧？没事啊，我觉得今天格外美好。有没有感觉我在向你的频道靠近？我感觉浑身不舒服。你不难受吗？我觉得十分别扭。所以刘总，你就做自己就好了。同频道不用改变你自己的性格，这样的同频毫无意义，还会让我很不自在。有道理。邻家哥哥这款人设实在不适合我，出发吧。帮我把这个拿出来。好的。这个好，用料足也够大。这样的花，女孩子应该都会喜欢的吧？刘总，送女孩子礼物要送女孩子喜欢的，而不是你喜欢的。还有人不喜欢金呢？好吧，听你的。这套首饰活泼又不失典雅，很符合文小姐冰雪女王的称号，而且还有女孩子喜欢的布灵布灵的钻石。这些碎钻很普通啊，要买就要买既保值又好看的。这个好，帝王翡翠，够气派。还够绿呢，你确定这个颜色符合文小姐的气质？这个不仅保值，而且独一无二。你还真是直男品味。怎么会？我柳熙来被质疑品味。雪花是焦点，星光环绕着雪花，整个设计，我希望借用小王子的点。先生啊，做你女朋友一定很幸福。女朋友？那个金色的胸针怎么样？刘总，你的眼光真的太差。先生，您的眼光太好了，为您服务啊是我们的荣幸。您过奖了。哎，我看看时间比较紧迫，就拜托您了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准时完成的。到时候啊，给你面话。多谢。刘，嘘。
么越看越帅？他的脸好小，好精致啊。意外，意外。阿田，我想了一个好主意，跟我过来。生日快乐，我的公主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本公主的生日礼物呢？两位屠龙骑士啊。倩倩，这是我亲自为你设计的，独家定制，世上仅此一份，送给最独一无二的你。希望你像这朵雪花一样，永远闪耀，美丽。谢谢，我好喜欢呀。到我了。西来哥，你的这个盒子怎么跟赵赵的一样？谢谢，这是给你的惊喜。怎么会这样？赵赵，这也是给你的惊喜。之前是独一无二的一只，现在是独一无二的一双。而且你仔细看，上面有细微的差别。这上面有你、我还有倩倩3个人，聚齐了3个字母，寓意着我们3个人的友谊像金三角一样稳固，永远不变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更升华了？为什么会有我设计的手链？惊喜，需要一点聪明的小手段。你好，我是刚才那位先生的哥哥，我们的妹妹要过生日了，我想设计一份让他们俩都惊喜的礼物。还能有这样的骚操作，这个奇葩！赵赵，你快去拿蛋糕吧，我想许愿了。许愿吧，本公主。嗯。倩倩，你有什么愿望说出来，西来哥帮你实现。西来哥，什么愿望都可以吗？只要我能办得到。我许愿可以做西来哥的女朋友。你开玩笑的吧？谢谢，我一直把你当妹妹。Surprise！ 你被我骗到了，怎么样？我演技不错吧？吓我一跳，以后这种玩笑少开，没大没小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西来哥。今天我生日特别开心，我们不醉不归。吃点菜再喝。我生日，你少管我。谢谢，少喝点，别喝多了。我陪你。谢谢你懂我。谢谢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儿，西来哥。今天我开心，想多喝点儿。你要是公司有事儿的话，就先走，待会儿赵赵会送我。赵赵，我公司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看好倩倩，记得把她安全送回家。不用你说，我知道。我记得，以前阿田专注工作的时候，是不喜欢被打扰的。
瞬间。当爱慢慢靠近，彼此情绪。亲爱的阿田，你的夜宵已送达，吃饱后脑力更加十足哦。故事的起点，盘旋在眼前 ，Colorful love， 镌刻心底的色彩，温柔眼神注视你我的未来。感谢你的宵夜，我果然灵感大发，才思泉涌。你的试用期男友随时在线，欢迎下单。看来通品也没有那么难嘛。我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嘿。当岁月的挽留为我守候停留浮现。倩倩，睡着了？本公主，真的睡着了？从小到大，眼里就只有她。明明这么多年，陪在你身边的是我，照顾你的人是我。为了你开心，我努力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。我才是那个默默喜欢你的人啊！到底你对他是真的喜欢，还是从小以来的崇拜？重大消息！重大消息！重大消息！刚才公司内网公布了大师选拔赛的结果。这么快？结果是什么？快说！我喝口水。哎，这个时候喝水，你不怕被呛死啊？什么结果？快说！恭喜甜甜，你离潮玩大师又近了一步。不愧是我的阿田，优秀。刘总，这就意味着田助理要离开您3个月，您才刚刚进入男友试用期，分开这么久，您不担心吗？我已经答应了阿田，跟他保持同频，再远的距离都宽不过我的波段。刘总，您最近变化真是不小，越来越体贴了。我以前什么事情都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节奏来，但是最近才意识到，偶尔放弃掌控欲，以阿田舒服的方式陪伴在他身边也挺好。毕竟，喜欢是放肆，爱是克制。亲爱的阿田，今晚是否有时间一起共进晚餐，为你庆祝一下？用相亲刺激，像是他会做出来的事儿。哼，你说，他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是，太过分了。不过你们家病娇总裁能有什么坏心思？他只不过是想试探你罢了。他是，这简直是钓鱼执法，我差点就上当了。你被刺激到啦？啊，你喜欢上他了？我没有，哎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呢？我只是把他当做我的老板，还是个自恋、奇葩、病娇的老板。我就是一时有点懵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，好，不过他毕竟是你的顶头上司嘛，你要是就这么直接拒绝了他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那以后的关系可不太好处理哦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来千盛集团就是想好好工作、好好学习的。不行，我的梦想是成为顶级的潮玩设计师，绝对不能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给干扰。谈恋爱哪有搞事业香啊？这话说的没错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唯有友情比事业不可辜负。干！